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台湾时间今仔早起10点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也毋过一开始就民主党的议员在闹场。川普是讲真济伊上任了后的表现，无讲第昨台积电宣布要扩大投资美国，在美国设厂的代志。美国总统川普美国时间初时暗时9点，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主题是美国梦的复兴的演说。America is back. 川普的演说一开始就拄到问题，民主党德州众议员艾尔格林一直对川普提起去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大声甲伊呛，众议院的议长强生遂动用警卫权请伊离开。Proper decorum, the chair now directs the sergeant at arms to restore order. Remove this gentleman from the chamber. 川普在演说当中又搁大力批评前总统拜登是美国史上上害的总统，也顺续批评现场的民主党议员无愿意为政府的伟大的成就来赞声。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I can say to make them happy, or to make them stand, or smile, or applaud. Nothing I can do. I could find a cure to the most devastating disease. They won't do it, no matter what. It's very sad. And it just shouldn't be this way. 川普提出伊上任6礼拜以来的政绩，包含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佮有甲墨西哥湾改造美国湾、废除电动车的规范、变转来两性社会、甲英语定做官方语言等等。伊也大量激励美国对外援助经费的浪费，包含对非洲、亚洲的援助。真侪国家，美国民众根本都无听过，加上国内预算的浪费，有200岁国民搁咧申请社会福利金，伊世界要甲这个经费全部省落来，用伫美国民众身上。也感谢即将政府效率部门的马斯克。Which is headed by Elon Musk, who is in the gallery tonight. Thank you, Elon. 川普支持对墨西哥、加拿大等国扣关税的做法，也学了苹果、甲骨文、OpenAI 对美国的大量投资，也包含要伫美国投资甲设厂的台积电。And just yester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97% of the market, announced a $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 川普伫演说当中又搁提起美国要甲巴拿马运河铁转来，甲买激能源的议题，包含 CNN 美国公共电视甲路透社等媒体对川普就职6礼拜的民调无满意的程度，拢是强要超过满意度。不过两个争差是伫3个到4个百分点之间。公司新闻警员强朋友。